你为什么要到台南来？各位，大家如果还记得，2015年10月17号，我在国父纪念馆讲过一句话：党可以不要我绝对不会放弃党，对不对？现在我给各位报告，党要我提名我出来打这场仗，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我们都秉持的一个信念：我们不可以放弃，不可以放弃所有对我们的支持者，我们不可以放弃大家对我们的期望，我们不可以放弃我们中华民国的未来。阿条来到家，还有伊这查某人吼，来台南是省省的啦，问导游啦，什么叫做问导游？沾酱油哟，甲大家报告，阿条孤单一个人，无爸无母，无翁无囝，一个人要去对就去对，无人甲我管，无先生甲我管，无囡仔甲我牵拖，讲哎哟，这囡仔无饭通食要安怎？爱妈妈照顾，无，我去倒位就去倒位。我住台南，甲住台北，对我拢同款。所以来到台南，就住在台南啦，对无？什么叫做问导游？我这一辈子这一生，我从事的每一件事情，都唔捌问导游过。做下去就认真努力拍拼，对不对？没有问导游。啊，有人把你问哦，讲阿挑，吼，你这查某人，你凭什么来到台南？你有什么条件来到台南？我来大概报告吼，洪秀柱虽然讲孤单一个人来到台南，但是我是带礼物来的哦。带什么礼物？大家知道吗？我带的是我8届的立法委员的经验。我带的是做过立法院副院长的经验，我带的是做过中国国民党党主席的理想跟抱负，我也走过总统这条路，所以今晚人看卖咧，台南所有进大的人要跟我的资历一起比较的，我看无找无几人啦，对不？有。安尼阿挑吼，带着这个经验，带着以往做事的认真，带着我这查不人的气魄，来到台南会输袂？好不？好。有人讲阿挑来到家吼，少输就是赢啦。笑死人，什么叫做少输？少输嘛是输啊，对不？来到家就是要赢啦，对不？一户2路3万甲，对不？哎，咱是第1名的，对不？可怜呐，可怜的台南呐！今嘛台南变做什么款？6都呢？6都上尾名啦，对不？民进党在遮执政26年还是27年？台南变做这款型的啦，我去认得，头先讲什么台湾之洋卡巴，对不？认得人讲吐苦水，伊讲吼无啦，咱认得水洋多财啦，不是指洋卡巴啦，是水洋多财啦。